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、解文、说理。好比咱来研究一个台湾民间有迄个固定的流行话，顶句斗下句，表示程度有前差。你想讲国情啊，来哦，中昼互我请，我即马缀你去餐厅食煞，我阁唔走呢。讲永暗你要当恁兜，我顺续阁来恁兜食一顿啊。中昼食无够，暗时食来斗，敢有遮厚面皮的人？无啦，国情咧批评讲即个顶句讲无够，下句讲来斗。台湾话第一有斗句，第二伊咧表示啥？表示加强效果。所以吼，话面钱要趁钱，你敢知？早起摆早市趁无够，暗时啊阁摆夜市趁来斗。国情啊，安尼唔固定即句话的形体，顶句就是无够，下句就是来斗。对唔？人安尼有斗句，第二，佫会当表示一个效果，加强效果。而且另外一个例，我无拍字幕伫遮，但是咱常常听讲国情啊吼，都乌肉底，我是乌条底，毋是乌无洗。吼，条底甲无洗这嘛斗句呢？共款啊，社会普遍咧流行啊，啊条底程度就是比无洗较严重，所以摆伫头前，我是乌条底，毋是乌无洗。啊，共款讲加强口气，啊，佫有无？啊，佫有哦，两项程度咧对比，佫一项原来真趣味的俗语话，讲食好死，较赢死无食。嘿，国情啊，这咱常常咧听，对毋？中昼你要请国情啊，歹势去。啊，毋过阮知己的三两个朋友咧鼓舞，讲国情啊，毋免小面神啦，来啦，食好死，较赢死无食啦。这原来普遍咱行到倒位拢听会到，一般的流行话。啊，这原来程度咧对比的，当然食好死。就赢过啥？赢过讲吼，死无食，这毋是咧讲气客的话，意思讲吼，食了毋免惊，食了食好欢喜，食的程度比较讲死无食，也较赢，安尼也做较赢死无食，就亲像国情头拄我讲的，讲乌条底毋是乌无洗，条底程度就是比无洗较严重，所以吼，顶下句咧对比，社会咧听，普遍有即个流行话，就是因为有。程度深、程度浅、程度加强、程度较无遐重，两句咧对比的时阵，人才有法度想斗句的、想艺术的、想做即个吼南北二路拢会当通行的话，讲出来拨人听。台湾人头壳好，台湾话有影艺术的。